係姐姐你好，你好姐姐你叫咩名啊？，Siti，係你今年幾多歲啊？44歲，你結咗婚㗎啦係咪啊？結咗婚啦，自己有幾多個小朋友啊？一個仔11歲，11歲。係好，姐姐你之前係咪喺新加坡做過啊？係哦，喺嗰度照顧幾多人㗎？3個，一個先生太太同個 BB，一個 啱啱出 BB，世，啱啱出世，即係 newborn baby，啱啱出世啊。係好啊，姐姐你之前又喺馬來西亞都做過喎，係咪啊？係咁喺馬來西亞又照顧幾多人啊？7個人，七個人係先生太太，仲有咧婆公公，有婆婆公公。三個小朋友，哦，小朋友幾多歲啊？佢哋一個5歲、7歲同10歲，係公公婆婆健康自己識行路㗎係咪自啊？己識行，好啊，姐姐你而家喺香港邊度做嘢啊？九龍塘，九龍塘係喺嗰度照顧幾多人啊？一個人一個係婆婆啊？ ，yes，婆婆幾多歲？健唔健康？自己識唔識行路啊？ 80歲健康，健康嘅。係咁再之前咧，之前喺邊度做啊？紅磡，紅磡，係紅磡嗰度又照顧幾多人啊？兩個人，公公婆婆，我公公婆婆，公公婆婆又健唔健康？自己識唔識行路啊？佢自己識行，公公，公公識行，嗯，咁婆婆咧？婆婆啲手波，哦，佢傷殘係係咩事啊？中風啊，係咪啊？中風，中咗風，咁啊，你係咪要幫佢推輪椅啊、沖涼啊、換尿布係㗎？我全部都做晒，哦，好啊，好啊。咁再之前咧，再之前又喺邊度做啊？係長洲，長洲係又照顧幾多人啊？喺長洲兩個人，邊兩個人啊？兩個姊妹咯，兩個姊妹，佢哋幾多歲啊？一個55歲，一個57歲，佢哋都係健康嘅，係咪？健康，係好啊。姐姐你識唔識煮飯啊？我識啊，你識煮咩餸㗎？煎雞、煎魚、煎鼻骨、係，炒菜、煲湯，哦，樣樣都識喎，都好叻喎。好啊，好啊。咁同先生太太講再見，拜拜啦，拜再見，拜拜。拜。